其实吼，我甲姐也报告，我其实袂记你到底是几号要做这件代志。不过我讲吼，应该是上神，咱神明登去天庭休困啊，这个所在咱大概帮伊摒扫，而且清顿就是清就是咱的红价道，吼，甲清好清去，啊伊搁住伫遮，你甲清无。定你咧甲交叉啊！我感觉是应该是这款思考较对。所以若照你安尼讲，这人爱混眉才会使洗身躯。这就冇像你讲嘛，混眉袂使洗身躯，因为水会走袂去，安尼有影。混眉袂使洗身躯。嘿，不要紧，来咖喱来，阮的阿丽啊，阮三八丽啊啦，阮咖喱，伊我好朋友。贵州拢伫遮，贵州拢我三八是为三八丽啊。较有会人来讲，是，来，你感觉是上神？上神啦，因为以前吼，我感觉我对阿嬷的时阵，拢爱拜拜嘛吼，啊神明道，吼，拢爱请，爱请，啊你也讲上神了，咱来甲请啊清气气，就甲伊讲咱过年啊啦，对，爱甲神明，因为逐工拢爱拜嘛，啊神明先上灶，啊咱再来请啊清气气，哎，变啊清气，这嘛是有道理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